最近講到中醫嘅熱同濕，今日講寒，唔係天寒地凍嘅寒，而係虛寒。指臟係無力，虛包括血壓好低。當心臟衰弱、無力跳動、收縮時，只能慢吞吞地泵血，血液便會慢慢流到全身嘅器官，以致各器官冇足夠嘅葡萄糖同氧氣，製造唔到應有嘅能量去維持器官運作，人便會好虛弱。咁點解心臟冇足夠嘅能量去泵血？因為心臟細胞冇足夠嘅粒線體 mitochondria。 呢個便容易啦，服食健康食品增加粒線體，英文叫 mitochondrial biogenesis， 例如嚟自洋蔥、芹菜、蕎麥嘅五窿黃酮 quercetin。 坊間嘅洋蔥素多嚟自蕎麥，唔係洋蔥，所以信佛者可以放心，唔涉及誤身。份量方面，我會建議拆開膠囊，每餐前把一瓶茶匙嘅粉掉入室溫水中，不必溶解，攪拌後便可服用。